接定的手如。是。太平上，国舅李用刀有急事要见见。算你进殿。遵旨。宣国舅李用刀进见。皇上吉祥。平心。多谢皇上，皇上。连大将军啊，你真正上界大好，上界大好的啦！皇上啊，皇上啊，代志唔好了了啊，边境出代志咯。哦。是。阿姑，你就慢慢啊讲。是。边疆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啊，青海大捷，兄弟不睦，罗卜壮单丁出兵攻打青海郡王啊！边境起了风火，民不聊生，求皇上赶紧派连大将军去平乱啦！皇上啊，你即嘛是对什么物件献上啊？无啥物。哈哈。庆瑶，我一个好兄弟，你即刻爱赶倒转去四川，点一个传歙混人的兵马，即时去平乱啊！皇上放心。臣必能平定青海之乱。好，哈哈，真好，真好，哈哈。但是，臣想要向皇上先讨赏。庆瑶，庆瑶啊，你是朕的心腹人。上好啊，师公，朕早就有意，奉你来立定功啊！百世听母运辉煌啊，讨上并非救升官。挑选，其世其定有你办。微臣在厝下龙门啊，不求主保伊基定。呀，那呢？你是爱什么呢？只求下面数一起，不杀来阮那提啊，阮提不出的人，皇上。皇上啊，你就赶紧写好写几个字闹要紧啦，咱即嘛是爱靠去平乱啦，稳固江山最要紧啦。
好，朕就答应你，不使你稳地就是。口水无边，请皇上亲笔所写的写诗。话出自朕的金口，你竟敢无相信？皇上写作，臣一旦离京，恐惊14阿哥遭人谗言。老皇上你亲笔所写免死诗字，任何人就无法度再加害14阿哥。你就赶紧写会写几字啊字，哪有啥物要紧啦？你若写会，伊毋才会当放心去平原啦。好，朕就答应你。多谢皇上。多谢皇上。大将军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皇上甲答应啦，我就会请的，才会赶紧甲你写。你关转去准备啊，3天内一定爱赶到位咯。紧去，紧去，好。皇上，臣告退。皇上啊，紧写。皇上啊，紧写。皇上，紧写。天啊！今日的上座，我唔知要怎样甲你感谢。我今日会当出这天家，拢是你的代志。我怀感激不尽言，下书在秋半年。今日分秋何时见？一分论意不分天。竟要对你开求道，希望将此惜风波。出去情海并千河，中风车台早开歌。归是故了不相亲，一言风光知己人，并款在压无轻风，温情期无爱体红。回弟，我对伊是忠心不离，也免提防。我毋免惊伊讲对我有啥物期望，时候也无早了。就是阿哥，春夫人，我应该顾事。原
愿你马到成功。多谢。你将个写写出，永不伤我，耽误你后悔啊！朕并无讲要杀你啊，写书顶面写永不杀你，却无写永不将你加禁。国舅，皇上啊，上高求情，一体同罪。来啊！就将伊两个人进入天家，终身加禁。是。还府分手进殿。是。还后文书正见。上吉祥，平身，谢皇上。傅文秋，年经以后已经上路倒转去四川，你也即时追赶去。今后好好监视着伊年经也。如果伊的言行闹不轨，即是报伊定治。是。如果你若敢对朕有半分的欺瞒，哼，你的大兄就会无命哈！万一在你的家中发现着虚翠呢？你欺瞒富太，暗藏女刺客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这明明是冤枉的，是满意故意要栽赃的。唔免辩冤，朕并无要自将恁两个兄妹治罪。只要今后你好好监视着伊年敬尧，详细注意着伊的行动，朕不但会来宽赦着富太，而且会担当奉赏恁兄妹。谢万岁。富太暂且交进天家。是。傅文秋，退下去。华医，在。今后你不但要监视着伊年敬尧，而且伊傅文秋的行动，也要更加注意。你即时上路去。是。阿姑，老先生，来呀！起下伊的管道。皇上啊！皇上啊！老身都无罪啊！老身无罪啊！皇上啊！阿姑，朕无讲你有罪啊，只不过你的年事已高，朕
恐今日日后糊里糊涂，就将迄件代志传出去，所以定才会免起你的寒情。今后你就好好在家闭门享乐。皇上啊！皇上，天下。手中。虽然摆在你的手头无怨言，但是你占有吹牛的心，使我一生痛苦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为着道理，我会踮咧身躯边照顾你，等到你的伤好为止。啊，无你踮咧遮倒一下，我来去买药啊吼。翠娘讲要去替我买药，哪会一去不如？是因为伊伫要拜托我，或者是拄着意外。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这个冰天雪地，你哪样去困啊？做王雪药是过路的啦，我看你病到这尔重。我叫做年中，我是惊城来的，来到半路，煞来两病，我要求你，求你出场，这条，搞什么啦？朋友，
庆瑶的苦。哼！我甲林庆瑶有仇，为什么我都要替伊传死？秀人之道，中人之事。万一这张被若是有啥物急事，敢是因为我而耽误？但愿这是一张普通的被，我就免去甲林庆瑶迄个死对头见面。庆瑶事意连理，怒不可遏，为微骄，皇上连老夫也不信任，以免去老夫的官职。若非占亲，老命休矣。你兵权在握，若留在川陕，可保无利。一旦回京，必做杀害。切记，切记，逆良道。青海志愿的副手罗伯忠单丁兵败多赢，虽然尚有几路的顽强拉马利亚，但胜之已经讲啊。加封武院大将军连庆尧为一兵功，转城狂欢，军营中也大开庆功的酒宴。其实红刷用。